Hello， 各位水晶迷啊，歡迎返嚟經犬查查水星研究所，我係查查。大家好，我係經犬。上一集同大家詳細拆解咗紫水晶，好多朋友留言話想知招財嘅水晶。今日主角就係財富之石黃水晶。無論你係想財運亨通、提升自信，定係想知點樣揀到靚嘅黃水晶同佩戴禁忌，呢條片幫你由傳說到實用全面拆解。講到黃水晶，喺水晶能量嘅傳說入面，佢同太陽有好深嘅連結。因為係金黃色，古時候嘅人認為佢係太陽神阿波羅嘅禮物，象徵光明同埋豐盛。相傳黃水晶嘅光芒可以驅散黑暗，帶嚟希望。後來喺現代水晶療癒嘅故事裏邊，佢更被連結到財富之神普魯托斯嘅能量。傳說得到神普魯托斯庇佑嘅人，會好似受到太陽照耀咁，充滿自信同行動力。因此黃水晶就象徵財運同埋成功。咁黃水晶實際係點樣形成㗎？黃水晶係石英家族嘅一員，主要成分係 silicon dioxide，簡稱 SiO2， 因含有微量鐵元素而呈現金黃色澤。佢主要形成於熱液脈、偉晶岩或者火山岩入邊，需要喺地殼高溫高壓嘅環境下慢慢結晶。我知道天然黃水晶比較稀有，顏色通常較淡。係啊，市面上顏色鮮豔嘅黃水晶好多都係由紫水晶或者經過加熱處理，唔係天然色嚟嘅。咁黃水晶嘅主要產地喺邊度啊？主要產地包括巴西、烏拉圭、馬達加斯加、贊比亞等國家。巴西嘅產量最大，品質穩定，而烏拉圭嘅顏色最深最靚，係頂級貨。中國嘅江蘇、東海、新疆等地都有出產。講到黃水晶嘅功效啦，黃水晶被譽為商人之石或者金錢石，對應人體嘅太陽輪，同自信、行動力有密切關係。黃水晶可以招財聚富，提升自信與氣場。佢亦可以幫人注入正能量，改善人際關係。點樣揀到靚嘅黃水晶呢？揀黃水晶可以睇呢幾點。第一，顏色，要求顏色鮮豔、純正又均勻。由淺黃、正黃、橙黃到金黃都有，其中金礦色係最受歡迎嘅。天然色通常較淡，太深嘅要留意係咪優化過啊。第二，淨度，要求晶瑩無瑕，越乾淨越好。不過天然水晶一般會帶啲裂紋或者瑕疵，太過完美就要小心係人造。第三，透明度，嗱，優質黃水晶晶瑩剔透。第四，色帶，天然黃水晶因為色帶唔規則，顏色有層次感，假嘅色帶太規則，顏色太統一。佩戴幾時可以記住左進右出原則，戴左手吸收黃水晶嘅正能量，招財提升自信。戴右手咧就可以釋放壓力同埋負面情緒。擺放方面，黃水晶五行屬土，象徵穩定同財富。放喺家中或辦公室東南方即係財位，有助提升財氣，吸引商機。放玄關可以吸引正能量，迎接好運。另外要留意，如果本身情緒波動大或者性情急躁，建議先短時間佩戴，觀察下先啊。招財進寶黃水晶，自信滿滿無扭令。講咗咁多，如果你都想擁有一條屬於自己嘅黃水晶，我哋經水晶有多款水晶俾你選擇。我哋仲可以客製設計，無論你中意簡約風、型格風，我哋都可以幫你整一條獨一無二嘅水晶手串或者手機串，帶住佢，咁你就行街煲劇都有財運啦。今日嘅黃水晶全攻略就到呢度，大家記得訂閱、讚好同開啟小鈴鐺。我哋下集再見，拜拜。